Geoffrey Hinton，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，是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质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，在深度学习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Hinton 于1947年12月6日出生于伦敦温布尔登。他的学术之旅始于剑桥大学，在那里他于1970年获得了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，随后于197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人工智能博士学位。Hinton 早期的研究集中在神经网络上，尽管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，但到他进入这一领域时已不被广泛认可。尽管面临广泛的质疑， Hinton 坚信神经网络在模拟人类大脑学习过程方面的潜力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他与人共同开发了反向传播算法，这是一种训练神经网络的方法。这个突破使得神经网络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自行调整以提高性能，为现代深度学习奠定了基础。Hinton 的坚持和创新为人工智能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，使得机器能够处理和理解复杂的数据，为语音识别、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带来了显著的进步。他的工作不仅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，也在工业界引发了深远的影响，奠定了许多现代 AI 应用的基石。